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就同呢個拍 vlog 嘅，咁咧點解冇我個樣咧？因為我呢幾日冇心情拍片嘅關係咧，就同大家 say 個 sorry 啦嚇。咁咧如果想拍多啲片嘅咧，就訂閱我啦。而家我已經有8人訂閱啦。係啊。如果50人訂閱咧，就會出一條 Q&A， 哈哈。咁呢條片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